大乡亲啊，这个梅仔河、黄sơn河的方面特别到位咯。今仔日甲明仔载，中部以北甲南部拢短暂阵雨甲雷雨。像这个高雄早起一透早就透大风落大雨，有这个路树倒去，袂少人是透雨骑机车上班，甲规身躯澹糊糊。这个拜五的下半工。梅仔河的方面会强势到位，恐惊会出现着地灾性的降雨量，提醒乡亲要注意。上班时间拄到透风落雨，民众穿雨袜向前行，若落雨的所在搁毋若遮。落大雨，互涂骹积水，机车骑过去，就互水喷个真悬。民众若是无注意，就可能扫着风台尾，若这嘛真危险。敢若无度挡大雨，民生路的树仔就安尼倒落去，加在无人受伤。就淹水了，小雨就淹。另外，大高山二路的民众翕到因兜门外口的情形，四处围合的所在拢做大水，水嘛险啊流入去因兜厝内。三民市场狂风暴雨啊，这样要下货吗？这样摆有效吗？另外，下早来到三民市做生意，看到透风落雨，无来问讲，敢要落会摆单？现在的这一个空气中的水含量比较多哈，所以雨下来的时候呢，都会有局部大雨。今天呢，的午后呢，在山区还是有这一个机会哈，有这一个短暂雷阵雨。下早高雄每一个所在拢上大雨，和高雄高山区的雨量，维持到下早10点半有97.5毫米。雨很大，对，很大，就是要准备啊。屏东嘛同款落大雨，民众穿雨袜、举雨伞出门。中央气象局针对高雄、嘉义和台南发布大雷雨的消息，提醒民众要注意单雷公和上大雨，地势较低的所在嘛有可能会淹水。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